每天一小步，健康一大步。大家好，我是看起来个小，今天却不少的芹菜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5个可以预防脑中风的简单小动作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第一个就是揉捏耳朵，每天早上用双手揉捏双侧的耳朵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防止动脉硬化。第二个，捏腋窝，我们左右臂交叉于胸前，左手按捏右侧的腋窝，那右手呢按捏左腋窝，每天早晚各捏3分钟。这个动作呢可以调节脑血流量，稳定血压。第三个就是耸肩，我们将双肩上提，缓慢的放松，这样一提一松，反复操作，早晚各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减少脑血管的供血不足引起的脑梗塞危险。第4个动作就是伸懒腰，我们双手交叉于腹前，从胸开始，慢慢的到头顶，然后像举重一样反复的操作。伸懒腰可以增加循环的血流量，它对预防心脑血管病也是有帮助的。第5个就是摩颈部，双手摩擦发热之后呢，顺序的按摩颈部左右的2侧，每天早晚各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呢，它可以使颈部的血管软化，恢复颈部的弹性，能改善大脑供血。好啦，今天分享的这几个小动作，你学会了吗？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，我是小青，我们下次见。